2026年可能唔係一個新嘅開始，但今日我哋唔係要宣判世界嘅終結，而係整理啲已經被真實拍低，但始終無法被官方解釋嘅天空異常影像。呢啲畫面嚟自唔同嘅國家、唔同時間，佢哋唔係預言，但一次次挑戰我哋對天空嘅認知。如果呢啲影像只係巧合，咁未免真係太多。但如果佢哋全部都係真嘅，咁問題就只係剩返一個：我哋到底生活喺一個點嘅世界入邊？記得訂閱異常目擊，因為一旦錯過，你可能永遠唔會知道呢個世界嘅荒野深處仲藏住咩。喺1月初嘅時候，全世界嘅人都以為世界末日就快嚟，因為佢哋開始聽到一種巨大而且令人毛骨悚然嘅聲音，聽落去就好似號角聲咁。最詭異嘅係，呢啲聲音竟然係由天空傳落嚟，甚至要將音量調到最大先可以勉強聽清楚。更加離奇嘅係，唔同國家嘅人幾乎喺同一時間聽到呢一啲聲音，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同美國。好多人認為呢個係最後嘅警告，就好似聖經啟示錄入邊提到嘅號角聲。就算到咗今日，氣象專家依然冇辦法解釋呢個現象。從來未見過天空出現過咁嘅異象。佛羅里達州多個地區嘅居民拍攝到天空變幻出極其詭異嘅顏色。當強烈風暴來襲嘅時候，部分區域嘅雲層泛出明亮嘅紫色光芒，而喺另外一啲地方，天空竟然變成好似海泡咁嘅青綠色，感覺就好似超自然現象降臨一樣。雖然佛羅里達長期都會遇到極端天氣，但呢一種奇景可以話係第一次出現。而且喺整個風暴期間，呢一啲異常顏色一直都冇消失。但當天空恢復正常之後，氣象專家就嘗試淡化呢件事。佢哋話呢個可能係飛機尾跡入邊嘅化學反應造成。不過當地居民就覺得地球正喺經歷一啲詭異嘅變化，而呢啲現象就係指兆。喺澳洲上空，某一晚發生咗一件極之離奇嘅事件。喺嗰一刻，烏雲以一種極之精準嘅隊形散開，月光穿透雲層，形成咗一個發光嘅十字架。目擊者認為呢種排列實在太過精確，根本唔可能係巧合。呢個形狀喺空中維持咗大約10分鐘，之後烏雲慢慢散去，嗰個十字架形狀亦隨之消失。圍觀嘅人相信呢個可能係耶穌發出嘅警示，提醒人類要悔改，而末日或者已經慢慢接近。喺中國北京，天空突然出現一條筆直嘅白色長線，市民全部震驚不已，因為呢條線絕對唔係普通嘅凝結尾跡，佢實在太過筆直同埋精準，由地平線一端一直延伸到另一端。同一般飛機尾跡唔同，一般尾跡都會慢慢消散，但當時現場嘅人甚至完全冇見到或者聽到任何飛機經過。但最令人震驚嘅係，呢條白線竟然投下咗陰影。呢件事表面上睇幾乎係不可能，因為冇任何嘢可以喺天空入邊留下投影，陰影一定要落喺實體之上，例如幕布之類嘅物件。市民開始意識到，或者天空本身真係一個蒼穹，係一個籠罩住整個世界嘅固態屏障，正如古代文明記錄入面所描述嘅一樣。呢一次目擊事件喺網絡上引發咗瘋狂討論。某一個夜晚，一名徒步穿越阿巴拉契亞山脈嘅男子見到一個發光體喺雲層之中顯現出嚟，佢擁有巨大而且似羽毛一樣嘅翅膀，仲有一個形狀極其怪異嘅頭部，成個身體都係由神秘嘅強光構成。佢直直咁喺男子頭頂飛過，最後消失喺雲層之後。呢一幕震撼到難以形容，就算佢拍低咗影片，事後都幾乎唔敢相信自己親眼見到嘅一切。根據啟示錄入邊嘅記載，唔同世界之間嘅帷幕會慢慢變薄，一啲強大嘅存在會跨越界線出現，例如所謂嘅寂滅天使。喺田納西州上空出現咗一種極之詭異嘅現象。社交媒體報道指出，事件發生喺洛克斯縣，最初只係烏雲入邊出現一個漩渦，當時大家都以為只係暴雨即將來臨。但係隨住雲層旋轉速度越嚟越快，最後形成一個令人膽寒嘅末日雲團。空氣摩擦變得極之劇烈，甚至開始燃燒起嚟，形成一道噴發住深層火焰，同時發出巨大光明聲嘅火焰漩渦。目擊者表示，空氣突然變得非常灼熱，四周瀰漫住一種金屬味，皮膚亦開始出現刺痛感。
佢哋一度以為生命即將結束，但呢個漩渦又好似出現嗰陣一樣詭異，突然之間就消失無蹤。呢啲震撼畫面以極快速度喺網絡上瘋傳，短短1個星期之內，點擊量已經突破1000萬。如果天空突然出現第二個太陽，你會做咩反應？就喺佛羅里達日落之前嘅黃金時段，我哋日常見嘅太陽旁邊突然出現咗另一個太陽狀物體。雖然佢嘅體積較小，但散發嘅光芒卻同太陽一樣耀眼，周圍仲浮現出幾個較細嘅白色光球，但佢哋完全唔似星星咁閃爍，反而以一種強烈同令人不安嘅方式發光。呢啲詭異嘅光芒直到夜幕降臨先消失。當好多唔同地區嘅人拍低呢一幕時，大家都得出咗同一個結論，呢個感覺好似係一個空兆，因為如果有多個太陽好似天體咁開始頻繁出現，地球係無法承受咁嘅熱浪。2026年1月3日黎明破曉時分，天空中浮現咗一個巨大同火紅色嘅光環，出現喺瑞士阿爾卑斯山脈嘅上空。光環不停咁喺原地旋轉，好似佢嘅中心即將開啟一個傳送門，而且規模極其龐大。佢持續懸掛咗差唔多2個鐘，之後慢慢變成煙霧消散。多個阿爾卑斯山嘅村民都報告見到同樣嘅現象。可惜係依家網上只係剩低呢段相關影片，其他目擊者上載嘅錄像為咗唔引起公眾恐慌，好快就被下架。唯獨呢一段影像被莫名其妙咁保留咗。據講，呢一段影像係拍攝於海爾蓋朗群島，呢個地方幾乎冇人，偏遠至極，濃霧籠罩嘅天空突然傳嚟低沉嘅機械光明聲。幾秒鐘之後，一個巨型嘅環形物體從雲層入邊顯現出嚟，隨住佢慢慢下降，佢嘅輪廓越嚟越清晰。原來係一條懸掛喺天際嘅巨型鎖鏈。根據佢嘅規模，現有嘅人類科技完全唔可能承擔咁龐大嘅物體，所以佢必定係來自大氣層之外。部分目擊者認為呢條鎖鏈證明咗地球其實係被隱藏機械裝置錨定住嘅結構。仲有啲人提出咗更加離奇嘅猜測，甚至聯想到北歐神話，覺得束縛芬里爾之狼嘅鎖鏈有可能快要斷裂。關於呢段影片嘅資料非常少，據講係幾個朋友揸車前往沙特偏遠村莊薩博滕嘅途中，呢度係一個幾乎與世隔絕嘅地方。突然間，天空中出現咗明亮嘅扭曲光線，佢哋不規則咁移動，光芒強烈到令人感到恐懼。幾秒鐘之後，呢啲光線似乎喺佢哋頭頂上方突然爆發出耀眼嘅閃光，之後影片就突然中斷，再冇關於呢班朋友嘅消息。由於呢段影片已經有近200萬次觀看，觀眾討論非常熱烈。有人引用路加福音第21章第11節入邊提到世界末日前嘅恐怖異象同巨大指兆，絕對係一場令人困惑同震撼嘅異常天象。嗰個景象就好似用光芒雕刻咁。就喺半個月前，加州嘅人喺公園休息嘅時候，見證咗天空中真正怪異嘅一幕。雲層慢慢形成咗一個完全似天使嘅形狀，巨大嘅翅膀向兩邊伸展。呢個景象實在太震撼，啲人紛紛聚集，攞出手機開始拍攝，但唔夠幾分鐘，嗰啲形狀就消散咗，重新融入咗雲層。有啲人認為呢啲只係罕見嘅巧合，只係偶然形成嘅雲團，但係有啲宗教人士覺得呢個係警示，叫佢哋去祈禱或者懺悔。2025年12月31號跨年嗰晚，全球各地嘅人都目睹咗一個不可思議嘅景象，夜空中竟然懸掛住2輪明月。日本有多位目擊者報告咗相同嘅異象，巴西同意大利亦都係咁。人哋完全唔明白呢個現象係點解出現嘅，而喺中國境內出現嘅場景更加詭異。2輪月亮被光暈包圍，似乎就係2隻巨大嘅眼睛從高處俯視住佢哋，好似有某種天體生物喺注視住，但唔係神聖同仁慈嘅存在，而係某種更加陰暗嘅創造物，真係令人脊背發涼。即使天空恢復正常之後，人哋仍然擺脫唔到將有災難將至嘅預感。俄克拉荷馬州芒茲市一個地方即刻觸發咗警方嘅緊急回應，居民喺夜空中見到一個詭異嘅光球之後，不得不報警求助。呢啲發光嘅球體以驚人嘅速度移動，
同時保持住完美嘅隊形。警員試過追蹤，但係即使光球消失無蹤，都無計可施。當目擊者後來將視頻上傳到網絡嘅時候，有部分觀眾立即將呢啲光芒同齊齊米特爾聯繫起嚟。佢係阿茲特克神話中同星神有關嘅天神，傳聞佢哋會以星神嘅形態現身，然後降臨人間吞噬地球。你覺得呢個係咪真嘅？快啲匿喺卡車後面。好啦，喺中國湖南省，趙女士喺知興市探親嘅時候拍到咗奇異嘅景象。喺遠處，佢注意到一根發光嘅矩形高柱。好多人網民話呢個只係玻璃或者高塔反射嘅陽光，但趙女士堅持講當地冇呢啲建築。每次佢試圖靠近嗰個區域時，光柱就會消失，好似只係幻象咁。佢只會喺嗰個距離重新出現。呢件事完全唔合常理。佢仲發誓話第二日呢樣嘢就徹底消失咗。你覺得嗰個會係咩呢？1月2日，意大利翡冷翠上空出現咗詭異嘅光芒。起初，都市上方形成咗紫色嘅輝光，隨後光環喺天空急速擴展，光環中央突然浮現出發光圓環，幾秒鐘之內轉為耀眼嘅橙紅色，宛如人造太陽，開始以唔規則嘅速度喺雲層之間穿梭。當時喺場嘅一位當地居民拍咗呢一幕，佢喺上傳視頻時聲稱畫面離奇到唔似真嘅，但佢堅持話呢一段影片係真實無偽嘅。金字塔一向係神秘話題嘅焦點，而呢一段影片更加令一切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喺吉薩金字塔群上空，天空開始浮現出令人震驚嘅幾何圖形，佢哋嘅形狀完全就係金字塔，只不過係倒置嘅，尖頂穿透咗雲層。呢啲形狀仲喺快速移動，當地好多市民都拍到咗相同嘅景象，持續咗差唔多3個鐘。影片喺網絡傳開之後，人哋開始猜測呢個可能係新金字塔降臨嘅信號。由於冇人知道原始金字塔嘅真正建造方法，呢個現象令佢哋懷疑金字塔可能本來就係外星建築，而呢個正係佢哋最初降臨地球嘅方式。嗰個物體仲懸浮喺屋頂設施嘅上方，持續散發住光芒。位置正正喺奧克拉荷馬州庫薩警察局旁邊嘅倉庫上空。夜空中突然出現咗一個詭異嘅現象，一個神秘嘅光環慢慢成形，邊緣散發住蒼白嘅微光，而光環中央奇異嘅藍色波紋慢慢蕩開。警方同當地居民都衝出門外查看，但冇人可以解釋眼前嘅現象。似乎一道傳送門突然開咗，人哋都屏住呼吸，等住有啲嘢穿越過嚟。警方嚴陣以待，防止突發狀況，但最終始終冇嘢發生。20分鐘後，光環突然消失，唯有嗰個掛鈎仍然懸掛喺核設施屋頂上方，持續噴出形成嘅空洞。呢個景象簡直就係末日先兆。今年1月，阿聯酋阿布達比嘅居民以為太陽就要升起，但黎明卻帶嚟咗一個駭人聽聞嘅意外。天空中出現嘅唔係一個太陽，而係多個發光嘅球體從地平線升起，有啲散發橙色嘅光芒，好似太陽咁，仲有啲則係耀眼嘅白色，忽明忽暗咁閃爍。喺呢啲瞬息萬變嘅光影之中，呢個奇景令人困惑，令人震驚同極度不安。人哋甚至分唔清邊個先係真正嘅太陽。過咗接近2個鐘頭，啲額外嘅光球開始一個接一個熄滅，直到只剩翻真正嘅太陽。即使咁，人哋仍然喺熱烈討論呢件事，但政府同新聞媒體對此保持沉默，呢點實在令人質疑。而家即將迎嚟今日最駭人聽聞嘅事件，喺中國廣州，當落日將天空染成金色時，眼前嘅景象瞬間由絕美變得駭人至極。雲層幻化出令人毛骨悚然嘅形態，強壯嘅軀幹、伸展嘅雙臂，仲有發光嘅雙眼，宛如一尊巨型天神凌空而立。目擊者感覺到嗰對恐怖嘅眼睛正死死盯住自己。最令佢哋恐懼嘅係唔能確定即將降臨嘅係神明定係惡魔，會唔會帶嚟滅頂之災。就喺整個城市即將陷入恐慌同混亂嘅時候，嗰道身影喺20分鐘後消散，融入咗周圍嘅雲霧之中。1月5日，上海嘅天空被染成咗徹徹底底嘅血紅色。呢一切恰好發生喺午夜時分，雲層開始散發出強烈、持續唔斷嘅深紅色光芒。儘管當時冇閃電，市民們嚇到即刻匿入屋企，緊鎖門窗，等天空恢復正常。呢個景象簡直就係末日降臨。人類總係習慣將紅色同警示同凶兆聯繫埋一齊，
所以即使過咗幾小時，紅光消散，大家仍然心有餘悸。今日整理嘅只係近期異常天空檔案中嘅一部分，但係呢啲影像之外，仲有啲畫面因為爭議過大，甚至冇被允許公開討論。到而家為止，呢啲影像有一個共同點，佢哋都係真實記錄㗎，但冇一個被明確歸類。有啲被輕描淡寫，有啲被迅速下架，但佢哋並冇消失，而係好似一份未完成嘅檔案，留咗喺網絡上。下一期我哋會繼續整理呢啲被刻意忽略，但係又真實存在嘅異常紀錄。如果你唔想錯過呢份仍然喺更新嘅檔案，記得訂閱頻道異常目擊，因為一旦錯過，你可能永遠都唔知道天空究竟隱藏咗啲咩。